个时阵，迄个曲调有一寡转变吼。但是咱应该拢真罕在唱即首歌，所以咱来对头，咱来念一遍即个歌词，好不好？来，第一节来请。全地拢着主上帝，来手成歌无停，日日传播伊大救恩，感谢乌罗敬尊。好，真简单。第二节，日日帮中讲伊阳光，奇妙所做照整。上帝极大，至尊无对，圣人应该敬畏。好，第三节，地方的事拢是虚假，只有主是上帝，威严尊贵伫伊面前，显出阳光光荣。第四节，地上万民着将关系阳光归给上帝，上主圣名堪受阳光。大礼物入殿堂。第五节，上帝做王审判人类，天地快乐欢喜，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无停。第六节，田园树木拢总欢喜，伫主面前吟诗，依照公义审判世界，信息治理四海。好。总共是6节，好，来，咱来请来大一遍。来，第一节全地拢用主上帝来请。全地拢用主上帝来请。信息哦，所以对头到尾，咱看到歌词，就是咧乌罗上帝，咱来准备心来用虔诚的心伫伊的主的面前。吼，所以第一首的圣诗就是一个真庄严，吼，真一个威严的一首圣诗。这首圣诗咱看听起来应该是足早正经的时光，但是毋是哦，这是一个台湾的牧师所写的一首歌哦。作曲的叫做李景行，伊是伫南神的受训练的一个本土的牧师。哦，伊伫1996年才写这首诗歌。啊，特别伊是即个新圣诗编辑委员的其中的一个啦，所以咱新圣诗内底有真侪歌，差不多4首到5首，拢是即个李景行牧师，不管是写曲还是写词，伊对。好，那李景行牧师呢，伊的迄个研究的主题，啥物你知影无？就是中国音乐伫基督教的敬拜。吼，但是嘿，其他这首歌，吼，咱完全看不到那个中国调、五行音阶，无，这首歌是真传统的，咱和声的这个真水这首诗歌。吼，咱等者会当唱这首诗歌来学咯，来准备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好，咱看第2位的圣诗。
圣诗第623首，透到天堂永远所在。咱来请林来弹一遍。好，有时歌我想应该嘛无讲精神吼，因为我应该是第一遍还是第二遍唱尔。吼，这首歌咱伊的歌词真特别，咱等下念一首，念一遍，咱来念第一节来请。透到天堂永远所在，这门这路，微微别爱爱。好，过来。门内路上无真侪人，爱日艰难少行到桶就是透啦，对这个所在要透到迄个所在，桶就是你们很厉害，我是有去查 Google， 我才知影这字是伊的意思是安尼吼。就是我咱会当看到伊一个。景象嘛，对不？就天堂的这个门，真毋是咱想的足大的，足矮，这个路足矮，行的人真少。今日牧师要讲的，伊的迄个经文是咧讲拉萨路伊的故事。拉萨路伊死了后伫阴间就拜托伊会当甲伊伫世间的这个亲人，会当讲主上，甲因传福音，会当。免因来受即个阴间的即个罪嘛，但是无书会讲，所以即首讲道以后的圣诗就是咧讲即个回应即个咱今仔日的主题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咱会当思想即个经节，咱来对第一节来听唱一遍，来请。到天堂。所在，这门这路，微变和海，门来路上无真侪人，爱情艰难就行到汤。第二节。咱信心，互咱有气力来做伊的运动，请咱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礼拜。
今日是建堂奉献主日，甲为着花莲光复乡风灾奉献，奉献地仔伫座位头前，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读到历史上主的人啊，就闪避遮个来对日以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就征战神的好征战，将永远去调调。你的受调就是为着即个你也捌心灵好的志愿，伫做干净的人的面前。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27首，227首，请起立。
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同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定死价，死埋葬断母，袂使恁对世人中国外上天，当找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做会赦免肉体国外，永远。阿门。请坐。雅各用诗篇91篇第1篇到第6篇、第14篇到第16篇来应答上帝话。踮伫至关者稳脉的所在者。论到上主，我要讲。因为伊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你毋免惊民间的惊吓，也是日时得赔的钱。因为伊真疼我，我就要救伊。伊求救我，我就要应伊。伊伫危机的时，我要甲伊伫地，我要救伊，互伊尊贵。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照你的形象创造人，使互人管理大地的权柄，互人有自由意志、聪明才能，会当独立思考，会当创造发明。阮感谢你，你也是慈爱怜悯的上帝。虽然阮真软弱，时常咧犯罪，你犹原疼惜阮，一摆搁一摆赦免阮的罪。一摆搁一摆，互阮机会来找求你。我嘛感谢你，无论啥物时阵，拢甲阮伫地，伫阮拄着困难、病痛的时，安慰、医治阮；伫阮软弱失志的时，互阮气力甲毋忘。因为你的疼，互阮的性命有意义、有价值。你的疼，互阮知，无论别人看阮安怎，你拢犹原疼阮。看阮做宝贝，但是阮时常亲像浪子共款来离开你，误用你所赐阮所赐互阮的财富才能，用你所赐互阮的一切去追求名利、人的欣赏、人的推崇，伫追求这世事利益过程中来犯罪、贩毒、骄傲、欺骗、贪婪的罪。甚至伤害着别人，阮袂记得你创造阮是要阮好好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阮袂记得你爱阮疼人亲像家己。求主你时时提醒阮，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阮应该用你所赏赐阮的财富、健康的身体、聪明才能来帮助人，来疼阮的厝边。阮也要学习你的疼甲怜悯，袂因为小可代志就去甲人计较、冤家，对人爱宽容，要伫阮的生命中活出正义、敬虔、信心、疼心、温润甲温柔，活出你对阮的呼召。阮也要搁较努力甲你亲近，搁较明白你，时常甲你亲近，阮才会当感受到你的同在。听着你的话，求你帮助阮透过读经、聚会、礼拜来明白真理，明白你的旨意甲呼召。嘛求信心进入阮的心，互阮会当看到家己的软弱甲缺点，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阮也要跟随你，
阮知无论阮去到倒位，你拢要引带保护阮，阮会当拢交托互你，毋免惊。嘛求你帮助阮，看见阮的运势，好好用你所守护阮的才能、聪明、气力来回应你的听甲呼召，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管家，来管理你赐予阮的才能甲性命。阮愿意献上阮的一切，来服侍你甲四周围的人。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到31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第90页。有一个妇人穿紫色甲油底布的衣裳，逐日车发宴乐。搁有一个去食名拉萨路，变成心痛。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爱将妇人肚骹所加留的来倒巴。到夜来前，伊心痛的位，送向人死，互天师扶伊到阿伯拉罕的行前。妇人也死，煞埋葬。伫阴间痛苦的中间，行目远远看见阿伯拉罕、和拉萨路伫伊的行前，就叫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找拉萨路用砖头仔尾运水来凉我的舌，因为我伫即火焰中真凄惨。若是阿伯拉罕讲：囝啊，着记伫你在先享受你的福气。拉萨路受着艰苦，当伊伫遮得着安慰，遐你受凄惨。毋若安尼，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免价值，直到要对遮过去，恁遐话话，对遐过来阮遮也话话。伊就讲：既然安尼，求主你找拉萨路去阮爸的厝，因为我有5个兄弟，互伊对因做干净，免得因也到即个痛苦的所在。阿伯拉罕讲，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因应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话啦，若有人对死人中去找因，因就要反悔。阿伯拉罕甲伊讲，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就人对死人中国话，因也毋受可靠。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恁甲阮之间的亲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耶稣非常会晓用譬喻来教示人。什么叫做譬喻？就是利用一个生活中间所发生的情景，也是故事，来表达想要传达的属灵的真理。亲像咱前有读到，耶稣互法利赛人请去食饭的场合。耶稣看见有人伫抢大位去坐，耶稣掠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就马上设一个譬喻来教示因。然后耶稣就结论讲，既然自高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耶稣利用安尼来提醒遮个随时找芳伫攻击伊，但是较无实践律法精神的法利赛人。恁着爱照家己的本相来看清楚家己，爱知影恁甲拄仔互我医好迄个水肿的人是共款的。迄个人需要的是身躯的医治，但是恁遮法利赛人需要的是心灵的医治。这就是耶稣当机立断、随机应变的教导。这已经非常无简单啊！但是耶稣搁较厉害的是，伫某一寡的场合。伊会当连续用几啊个相关的譬喻来讲出一个主题，亲像伫路加福音15章，耶稣伫一个互律法师甲法利赛人看做是罪人的厝里食饭，遮个律法师甲法利赛人就伫遐议论讲：哎哟，耶稣哪会当甲遮个罪人做伙咧？但是耶稣无责备伊，耶稣嘛无点破因的失错。耶稣连续用3个譬喻，第一个就是100只羊，但是走无去1只。毋过，即个牧者无因为伊阁有99只羊就满足，伊非常辛苦去将迄只失落的找转来。接续的是一个富人有10颗银，但是1颗毋知影是落伫倒位，伊嘛无因为伊有9颗就满足。伊虽然将规间厝连拢给变过来。但是伊嘛是决意要找到伊的迄1颗。第3个就是浪子的譬喻，老爸对伫即个不孝放荡的细汉后生，竟然是无条件会接纳伊转来。所以对这3个譬喻，就会当看出，耶稣无强迫人马上来做一个选择。耶稣用譬喻留一个思考的空间。互听见的人会当来反省，会当来思考。
所以譬如绝对毋是一个囡仔特别困进前的一个床边故事，反正耶稣的譬如会伫人的内心会搅动，互人困袂入眠。另外，耶稣的譬如也毋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故事。咱若想要伫中间找到答案来解决咱的问题，可能会失望。亲像今仔日即段财主甲猎杀路的故事，耶稣毋是要凸显颂扬人，也毋是要压制有钱人，甚至伫即个譬如内面，嘛毋是为着要解答人死了后会去到倒位即种教义的问题。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视吗？我这个电视无影。安尼譬如是啥物？咱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看待耶稣的譬如咧？咱会当将譬如当作是一物件，伊咧邀请咱、挑战咱来看见家己真实的面貌。咱就来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耶稣的故事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有一个妇人穿紫色布甲幼底布的衣裳，逐日车花宴乐。紫色布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尊贵的，幼底布穿起来嘛非常的舒适。车花宴乐的原文是不但只是山珍海味，并且是讲究排场。哇，咱看见即个人伊所过的是会互所有的人所欣赏的上流人生。但是伫即个财主的门口，较有一个乞食，名猎杀路。咱敢有发现其中的差别？财主无名，但是乞食较有名。伊的名猎杀路，意思是上帝帮赞。毋过，即个有上帝帮赞的名的猎杀路，遍身生疼，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爱将妇人倒骹所磕落的也来倒把，狗也来治伊生疼的位。伊的名敢若无替伊带来真实的帮赞。人财主的身躯是紫色布、幼底布，逐日车花宴乐。但是即个猎杀路咧，伊的身躯是啥？遍身生疼，伊无法度自由耍动，需要人的帮赞，将伊每一工来搬伫即个财主的门骹口。即个猎杀路是伫门骹口等啥咧？伊伫等即个财主ฮ็出来的面包。当时的人的面包，有钱人的面包，毋是摕来食的，是因摕来切喙、切手，切了后ฮ็伫刀仔骹。所以猎杀路是用安尼伫过生活，并且嘛因为伊无法度顶动，所以连狗仔嘛来欺负伊，来治伊的皮肤所流出来的血。咱伫遮看见一个贫富的对比，但是安尼的描写，也毋是伫讲财主是一个欺负送乡人的一个恶人。反正伊若无稳准一个乞食，逐日倒伫伊门骹口，我想即个乞食猎杀路也无法度安尼逐工倒伫伊的门骹口。即个财主的问题伫倒位咧？即个财主的问题嘛，毋是伊的车花宴乐。安尼伊的问题伫倒位？就是伊的目睭内只有家己，伊无看见迄个伫伊门骹口食伊用来切手的面包的猎杀路。兄弟姊妹，咱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咱认为财富是我个人努力的成果。我无必要爱去甲别人分享，但是上帝界面毋是安尼。上帝讲，伫上主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若伫你一个城门内，你的兄弟中有一个送乡人甲你伫地，就毋通对你送乡的兄弟硬你的心，揪你的手。这是上帝命令。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爱彼此照顾，伫因的中间袂当有送香的人。所以上帝赏赐即个财主有丰富的产业，伊应该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伫遮耶稣虽然无讲到真明，但是伊的听众拢知影，即个财主的错在伫伊违背上帝去帮助送香的人的律法。我想耶稣伫遮所描写这两个人的境遇，已经掠着听众的注意力。无想到耶稣接续，搁较加强伊譬如的力度。耶稣讲，送香人死，互天使赴伊去阿伯拉罕的行程，妇人也死，煞埋葬。哇！咱若听见一个乞食死，咱会感觉较自然，因为伊无物件食，佮破病，当然会死。但是无想到，即个有钱人也死啊！伊食好穿好，应该袂遐尼早死吧？伫遮，互咱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无论在世时是甚物款的阶层，无一个人会当逃避死亡这条路。毋过有钱人甲乞食猎杀路死了后的境遇，竟然完全颠倒反。猎杀路死了后，互天使赴伊去阿伯拉罕的行程，意思就是阿伯拉罕将猎杀路接伊到甲这列祖来做伙。为什么猎杀路会当有遐尼大的福气？耶稣无讲原因，但是照咱了后所读29节，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叹，咱会当对即节来推论。猎杀路在世时，伊无互送香来拍倒，伊信靠并且尊叹上帝的话，所以死了后，互天使接伊去。但是咱看财主咧，伊死了后，不过是人将伊埋葬。兄弟姊妹，耶稣用对比的两句话来做比喻的一个开始。伊敢若想要讲一个故事那尔？毋是，这个比喻毋是伫讲富人甲送香人的故事，搁较毋是伫讲有钱人会落地狱，无钱的人无要紧，毋通因为在世生活条件伫郁卒，因为死了后一定会上天堂的童话。耶稣用即个比喻来做咱的一面镜，希望咱会当重新来审查，到底我的人生是要用地上的眼光来活，也是要用永活的角度来活？为什么咱需要知咱家己是倒一种的角度？因为你、我、咱每一个人拢会死，但是咱的目睭敢若看见地面的物质？财主甲猎杀路因两个人会行往无共款的方向，甲因伫世间过了丰盛，也是过了送香，完全无关系。主要在伫因对世界的态度。财主专心聚焦伫即个世界，较无看见伫伊目睭前迄个需要帮助的猎杀路，结果带来是空虚甲痛苦。但是猎杀路咧，虽然世界无法度互伊通倚靠，但是伊倚靠上帝，伊所信的上帝嘛赏赐互伊安息甲尊荣。所以兄弟姊妹，伫进入即个比喻的内心，咱先徛伫即面镜的进前，非常清楚来检验咱家己。我的眼光是放伫地面，也是放伫永活。也透过财主甲猎杀路无共款的境遇，来看见咱家己的未来。咱的未来甲我有钱财、我有关系、学问、地位拢无关系。咱的未来在伫咱是要安怎用咱有的来见调上帝，来服侍别人。因为安尼的人，上帝会记调伊的名。耶稣的故事进入第2幕。即个财主伫阴间、伫痛苦中间，仰目远远看见即个阿伯拉罕，佮猎杀路伫伊的行程。伫遮讲到阴间，但是嘛因为咱本土的宗教有讲到阴间，所以伫遮大心爱做一个澄清。圣经内面的阴间，
也是咱每一个礼拜咱所个别的使徒圣经内面讲到耶稣死落阴府，即个阴府，拢甲台湾人所理解的刀山、油鼎、挂喙子完全无关系，完全无共款的概念。圣经的阴间是一个人死了后，灵魂暂时留伫遐，听候末日的审判的一个所在。阴间分做两个部分，一个是收留义人灵魂的乐园，也就是今仔日经文所讲的阿伯拉罕的行程；另外一个是收留罪人的灵魂的所在，嘛是财主去的迄个所在。因会伫遐暂时受痛苦，但是到伫上帝审判的日，这两个所在的人拢会搁活接受审判。落尾嘛因为审判的结果，有人去到上帝遐，有人会去到地狱。其实圣经真有限的描写，也是靠咱人真有限的智慧，咱永远无法度来对即个咱看袂见的世界，会当有完全的理解。咱敢若会当透过一寡神学家、圣经学者，根据圣经内面甲当时的思想来做淡薄的认捌。但是会当确定的是，伫阴间内面这两个所在的人，是会当看会到彼此的，因的身躯是有感觉的。所以财主在看会到列撒罗伫遐有水通啉，但是伊这边咧只有真炎热的火伫遐烧。所以财主伫遐话讲：阿伯拉罕啊，请你派列撒罗摕一寡水来温我的喙吧。因为我伤过凄惨啊，伤过喙焦。但是阿伯拉罕安怎回答伊？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的，至到要对遮过去恁遐袂话，对遐过来阮遮也袂话。对遮看起来，人死了后，毋是一了百了，人的灵魂不但袂消失。并且嘛会有感觉，哇！看到安尼，咱会感觉咱足绝望的嘛。因为根据咱家己的行为，咱应该是甲财主徛伫公平的人吧。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耶稣基督的国活产生阴间真大的变化。伫2000年前，耶稣房顶是一个死埋葬到阴府。耶稣是神，为什么伊需要去到阴府呢？除了证明伊是一个完全的人，伊捌经历死亡。耶稣去到阴府，嘛是在宣告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已经完成。因为信靠伊的人，毋免阁去到阴间。毋免受到死亡关系的捆绑，所以对咱新约时代开始，一个相信并且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死了后，毋免阁去到阴府伫遐来听候，咱的灵魂会去到天堂，马上互接到天顶，就是有主同在的迄个所在。因为耶稣已经将天堂，已经将阴间的乐园带到迄个有伊同在的所在。安尼原本的阴间咧，原本的阴间就敢若剩地狱。什么款的灵魂会伫遐？就是要未得救的灵魂，就亲像伫比如内面即个财主，伊伫遐受永远的痛苦。兄弟姊妹。阿伯拉罕甲财主的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徛伫即物件的头前，你敢有清楚看见家己灵魂真实的面貌？咱对永活敢有期待？你若真正期待，你敢想着讲你要安怎准备家己来承接即个永活呢？另外，咱对咱所疼的人的灵魂，敢有负担？有人甲我讲，无要紧，伊是一个好人，
虽然伊无信耶稣，但是相信上帝会接伊去。这敢正确？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咱无袂记哩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讲啥？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无人会当就近爸。若无对我，非常的绝对，无其他的方式，无其他的管道，只有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唔愿意接受的人会感觉基督教哪遐尔决断，遐尔违规。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接受信仰，就要全盘接受这个信仰甲咱讲的事，袂当干那去经迄个咱爱听的话去听尔。所以面对咱四周围有遐尼多要袂接受耶稣救恩的亲人朋友，面对伫未来过伫咱中央的迄个亲恩，咱敢愿意付出心力，搁较侪祈祷，为着因的灵魂的得救来努力咧？这亲人朋友是咱上挂心的，嘛是咱上了解的人，所以咱一定知影什么款的方式是因上适合的方式。亲像坐伫咱中间顶一厝领洗礼的求婚者，就是伊的妹妹秀珍，为着要带姐姐来教会，每礼拜拢去带伊来到教会，然后佫带伊转去，无嫌麻烦，为着望姐姐会当早一日来归入耶稣基督的名。求婚者嘛非常古锥，伊甲阮讲，伊要将伊领洗礼的迄个证书。摕去市场，互伊遐个朋友看，甲因分享，嘛要叫因来紧去教会来聚会。所以这就是一个得到福音的人，伊迄种的欢喜，甲愿意分享的心。另外，咱的陪审酋长老，伊伫10年前嘛推动一个手抄圣经金句来送互人的安尼的行动。所以伊分享有侪同事对伊遐。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帮助，这嘛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后礼拜主日，我嘛邀请陪长老讲道，请伊来分享伊的经历，嘛请咱拭目以待。所以耶稣的譬如来到上结尾的所在，虽然这个财主伫遐拜托阿伯拉罕车派列萨路运水，互伊毋免喙焦，来受到拒绝。因为这个所在太过痛苦啊，所以太过痛苦的时，伊嘛想到伊要活在世间的这5个兄弟，所以这个财主阁甲阿伯拉罕求，既然安尼，求助你找耶撒路去阮爸的厝，因为我有5个兄弟，互伊对因做干净，免得因也到这个痛苦的所在。这是一个人对阴间痛苦的所在发出的一个呼吁，遐尔迫切、遐尔真实的一个祈求。伊的痛苦，伊伫痛苦后悔时，望讲家己的亲人会当伫要活地时会当接受救恩。可惜，伊伤慢啊。毋过咱嘛发现，第一次伊开始关心别人。毋过，即个关心袂赴啊，因为伊伫阴间，伊即时的后悔已经太过暗啊。毋过，咱嘛看见阴间毋是即个有钱有势的财主已经会当做主啊。可能伊在世时，伊要找牌相就会当找牌相，但是伫阴间咧，伊无法度啊。所以伫遮阿伯拉罕指出一个真相：无法度啊，袂赴啊。你的兄弟，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因。阿伯拉罕的回答非常的清楚，就是你的这兄弟不在伫因知影偌济代志，在伫因敢愿意去听，因敢愿意去顺探上帝的话。但是咱看见财主无因为阿伯拉罕的话就放弃，伊继续伫遐求。伊讲：“我会做阿伯拉罕啊，袂啦！若有人对死人中佫活去找因，因就会反悔。”财主仰望的是一个新约，因仰望讲，若有人对死佫活
去警告伊的兄弟，伊的兄弟一定会悔改。真侪人嘛是安尼想，若互我看见新约，我就一定信。但是敢真正安尼？耶稣甲一群要求伊行新约的法利赛人的对话中间，耶稣伫遐真感叹伫遐讲：即世代啥事求新约？我实在甲恁讲，决断无要用新约互即世代。耶稣已经行过真济新约，若会信，早就信啊。但是问伊遮的话，遮法利赛人咧，因别有用心。因敢若想要证明耶稣毋是对上帝来的，共款，在主的兄弟若毋信，一个人死，搁活去向因显明，可能嘛会互因好出来。所以阿伯拉罕回答：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就有人对死人中搁活，因也毋受可劝。虽然这个譬喻是阿伯拉罕在讲话，但是实际上是耶稣在讲这个譬喻。耶稣这句话是咧讲伊家己，因为世间只有伊对死搁活。虽然安尼，也有真侪人毋愿意相信。咱看见这个财主，竟然几啊摆为着家己的兄弟的得救，伫遐求阿伯拉罕。这显出伊对伊家族的疼，但是伊的疼毋着时机，也疼毋着方向，因为悔改的机会是现在，毋是对惊天动地的新者才开始。所以，当咱徛伫耶稣比喻的即物件的头前，咱敢有看见时间已经无多啊？因为世界渐渐行向败坏，这嘛是在讲主耶稣得要来啊。当耶稣第二届来，无过是施行救恩，伊来是要审判，要结束这个痛苦甲罪恶的世界，互上帝国完全实现。圣经嘛一再提醒信徒，伫面对这个末世时，着爱警醒，着爱迫切认罪悔改。毋若家己认罪悔改，嘛需要互咱四周围所疼的亲人来认罪悔改，来接受救恩。咱袂当讲等以后才讲，咱袂当讲我以后才来改变，因为无一个人知影以后会是甚物时。但是，既然咱有旧约先知摩西的话，咱嘛有新约耶稣基督显明的救恩。咱就爱把握时机，每一天，互上帝话伫咱的内面做工，互咱有气力，随时准备好势，听候耶稣过来。今仔日这段经文，互咱看见，这个财主的一生会当讲是地上成功的模范，但是伊的结局嘛显明一个真理：咱若带袂到永外的，拢是亏损。伊无法度带走伊迄个知识尊贵的衫，伊无法度带走伊的宴舍、伊的财富，甚至伊连伊的命嘛无法度带走。但是孽撒罗咧，伊什物拢无，毋过较带着一个互上帝认捌的一个身份，伫遐也享受永远的安息。毋望今仔日的即物件，除了反映咱家己的问题，嘛会当调整咱的眼光。互咱毋是聚焦伫今世的享受、成功、失败，是咱爱去看耶稣基督所应允的永远。嘛，互咱毋是干那追求无名的宴乐享受，是咱爱去追求互上帝记牢的名。愿咱毋是即个无名的财主，是真做有上帝帮助的孽撒罗，活伫永远的愿望的中间。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赏赐互阮有比如的即物件，互阮徛伫行的进前来反省、看清楚家己。主啊，阮将阮的眼光是放伫世界，也放伫你。主啊，阮的愿望是在伫你，也是在伫遮个世间的物质。主啊，阮将阮所有的是摕来帮助人，也是家己享受。
主啊，阮是将家己看做上重要的，也是阮要降服伫你的旨意、你的话下面。主，恳求你帮助阮，透过列撒罗甲财主的即个故事，互阮搁一摆来思考阮家己人生的选择。阮要选择什么款的人生，也会决定阮要安怎有什么款的未来。主，恳求你，互阮会当掠着机会，因为阮毋若家己得救，阮四周围的亲人朋友，也有真侪人还袂得救。恳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会当看见救恩的好消息伫阮生命中间所做改变。阮也望安尼好消息也会当伫因的中间伫做改变。恳求主会当来激励阮，互阮成做传福音的勇士。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独独你属上帝的人啊，着闪避遮个来对入义、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着真正信的好真正，将永远去调调。你的收调就是为着即个，你也捌承认好的志愿，伫做干净的人的面前。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2节。独独你属上帝的人啊，着闪避遮个来对入义、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着真正信的好真正，将永远去调调。你的收条就是为着即个，你也捌承认好的志愿，伫做干净的人的面前。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2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623首，圣诗623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穗芬执事、陈秀娥执事、张怡长老、谢秀雅长老、徐同庆长老来负责奉献。
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下这会当伫1楼来提10个到12个圣光赐奉表甲新员工读经。第2点，教育组顶后礼拜上午11点要开办心灵主日学课程经文甲新闻。第2讲，邀请郭宗林牧师来主讲，气候变迁甲聪明工头，欢迎兄弟参加。第3点，双联团契顶后礼拜3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要练习双联主日的献诗，请客友参加。嘛有准备午餐。奉献部分也有错误，请中止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光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今年新书者的圣诞特刊真特别，伊是用即个桌历，吼，然后是用即个电影，每一个月用一个电影，黄国威心理师的电影来做一个主题，所以咱若意爱要来登记送互朋友的，咱会当伫1楼直接来登记。即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咱的世界，为着台湾，特别为着花莲的即个洪灾来祈祷，恳求主帮咱。那么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咱台阳社区的事工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语文，恳求主帮咱伊，甲伊巴肚内胎会当真安稳，到伫即个囡仔来出世。那么为着曾辉煌兄弟来祈祷。伊是陈明仪姊妹的大家，伊伫因为肺炎吼，所以伫家护病房里遐带伊。昨我嘛去病院甲伊洗礼，互恳求主会当医治，互伊紧紧恢复健康。那么为着文梅节的大家如黄明月姊妹来祈祷，恳求主嘛帮咱，互伊会当来认捌主。那么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幼春节，吼幼春节伊嘛拄对病院转去处理疗养，恳求主医治。那么为着临水长老美莲节，吼咱为着美莲节的50间来祈祷，为着公鸡节、道明乡、赎会节、金婚节，吼咱嘛为着金婚节来祈祷，恳求主照顾伊年老的生活。雨婷、阿卡节、民主节、方梅节、丁友乡、准生兄、伊利。明理者、阿局者，互咱开喙，为着这集体，为着这事，为着咱的同胞，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主啊，阮相信，伫大水泛滥的时，你还伫坐伫做王。主，阮相信，虽然伫阮看起来悲剧的中间，主你还伫掌权。恳求主你保守阮的心，互阮无因为世界的动乱变迁来摇动，互阮会当搁较倚靠你、坚调你，也有搁较侪的祈祷服侍，互阮知阮的性命在伫你，你想事你也要使用。互阮会当因为你来产生快乐，来听阮四周围的人，特别伫祈祷的事顶面，阮会当祈祷。主恳求你保守这兄弟姊妹，
你处理疗养兄弟姊妹，帮助因会当身躯会当得到好的照顾。阮也为着照顾因的遮个亲人来祈祷。阮相信遮个亲人的身躯体力也需要有主你的看顾，恳求主就赏赐气力互因。阮也为着伫病院的辉煌兄、明月姐来祈祷。主这两位因为病痛伫大院治疗中间，辉煌兄也因为昨会洗礼来成做耶稣基督的名的学生，恳求你也医治伊，互伊的肺炎会当紧紧来恢复健康，会当转来教会，甲阮做伙聚会。也为着明月节来祈祷，恳求主耶稣的疼也继续伫伊的生命中间来显明，互伊会当伫病痛中间看见你的救恩。主，阮也要着为着余文来祈祷，恳求你帮助伊安稳伊腹肚内的胎，互囡仔伫适当的时会当来出世，也保守囡仔甲老母的身躯。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伫面对侪世界的挑战变化，主恳求你赏赐互阮有智慧来面对阮所面对的世界。特别阮后礼拜开始生命教育开始来伫上山国小有服侍，恳求你帮助所有的志工，互因有体力、有疼心、有智慧，会当来将好的价值观、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来传互遮个囡仔。主恳求你也帮助伫遮阮所做的逐样的事工，无论是教育、宣教，还是敬拜，主恳求你，互阮伫遮拢会当得到造就，也互入来教会遮个朋友也会当认捌你。我也要为着阮的建堂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带领阮、调整阮，互阮会当行伫你所喜爱的道路。主，阮也要为阮的台湾来祈祷，特别阮看见伫华人的所在，遮个水灾引起侪人的死亡，也是失去因的家园。主，阮恳求你的怜悯、安慰，也扶持侪会当有气力的人，会当诚做及时的帮助。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恳求你扶持，特别伫即个真大变化的世界，真侪宣教师因的所处的所在是真危险的所在，恳求你也保守因、带领因，互因有平安，互因所做的代志、事工拢有效果。主，阮也要将阮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伫连续的遮个假期的中间，主恳求你也赏赐互阮平安，也互阮会当有真维持稳定的信仰的生活，互阮无因为放假就来失去甲你的交通，互阮每一日会当享受甲你的关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8首，398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息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